上新的现场来关心2020年总统大选已经开始倒打时间，剩1个月。总统电视辩论也阁唔知伫当时，韩国瑜的阵营不满蔡总统，干下要互固定的媒体办辩论会，怀疑讲挑工要来拖时间。下届总统撰文参加朱贵堂停因后晚会活动，有上新的回应。我看这件事情好像他们对特定的媒体是特别的敏感啊。我觉得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参选总统了啊。那我的经验是这样，每一次的选举里面的辩论的事项啊，我都很严肃而且认真的面对啊。那不论是在政策发表会了，或政见发表会，或者是在辩论，我都很认真的去准备，也很认真的去进行各项的辩论啊。倒是我的感觉是在过去的几次的总统选举里面，在辩论议题上做政治操作的都是国民党跟国民党的候选人阵营啊。那我看这一次的操作的手法跟过去也没什么两样啊。我觉得辩论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这样做政治操作不好。总统想请教一下，因为现在根据最新的2份民调显示，您都领先了30几个百分点，这跟您自己掌握到的选情状况是一致的吗？而另外，对于您领先30几个百分点，恢复人林加分说，换算的话大概是赢450万票，他说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不可能发生的事。所以他的意思是他不相信民调，是不是？那为什么常常又要引述民调呢？那我们不论民调怎么做了哈，我们都做参考。不过有一个趋势确实是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的领先的情况确实是一个稳定的领先的情况的哈。但是即便是如此呢，我也希望就是说，无论是我们的竞选团队，或者是我自己，或者是我们的支持者哈，在最后的阶段千万不要松懈我们还是尽全力来打这场选战，那争取最多人的支持。常回到韩国，因为他昨天就是在指出对网军这件事情的支持一个要摸着自己的良心，那你要怎么理他？那另外就是他的副手张善政，今天换他上广播节目的时候，直接点名说你做了很多坏事，连主持人帮你管他，他还说叫主持人是被你洗脑了。我觉得以前总觉得韩市长是信口开河，怎么连他的副手做过行政院长的人都信口开河是不是选举选到这个情况，他们已经有一点要找一个适当的形容词来形容。走火入魔。不至于到走火入魔，但是选举选到这个程度这样子的信口开河其实是不必要的最后的关头，我知道大家都很紧张但是还是要回归理性来进行这场选举这样信口开河没有证据的话，任意的贴标签、任意的指控，都不是总统候选人或副总统候选人应该要做的事情了不好意思，想再请教，因为总统这个相关的个案其实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那我们也尊重司法的这个处理了倒是良心这件事情这个韩市长把高雄市从第1名的直辖市做到最后1名的直辖市，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问说他对于他自己的表现跟他的这种在过去一段时间不负责任的态度他的良心应该要是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事情。那我跟您请教一下，就关于说跟柯市长来找的时候，2020这一场结束，他就说他不排除选2024来这个。我现在很努力的在选2020的总统连任不过比较可以确定的事情是我不会参选2024。总统不好意思，想再请教，因为总统刚刚在直播中有提到说，为什么年轻人支持是因为觉得国家正在进步，但是韩国瑜他在专访中说是因为民进党操作网军。我觉得
这句话显现出来，他自己对于自己不足的地方是没有深刻的理解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判断，也有自己的感觉不是可以被操弄出来的那在网络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的年轻人是很活跃的他们在网络里面表达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感觉那这些都是年轻人他们参与这个民主社会里面的讨论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韩市长必须对这个年轻人的这种想法要有更好的这个掌握那他刚才那样的说法对年轻人是不公平的。